美丽的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愿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愿做声，我若称呼你尊名。第二节，为着当时的经典，无论明日虽无变，山水花木好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天父上帝愿做声，我若称呼你尊名，为着希望的福气，深深的欢喜，使愿无愿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天父上帝愿做声，我若称呼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白母亲，天顶地上好朋友，关心看顾顾温柔。天父上帝愿做声，我若称呼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事事愿忍耐，信心稳定甲真情，地上生活甲名声。天父上帝愿做声，我若称呼你尊名。这首阿门吼，咱会记得唱阿门。第二首，这是回应诗。这首咱应该捌唱过。拄在新的年开始，咱是今年的第一个庆祝日，咱回应上帝新的地甲新的天。来。咱用欢喜的心来回应上帝。来，来，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天地，新创造，我命的灵运行，新男新，新女新，上帝形象运行，上主就神挂伊予万有欢喜，予万有欢喜。新听堂，新人民，上帝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我命的灵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形象运行。主就神挂伊予万有欢喜，予万有欢喜。新思想，新智慧，上帝灵
上帝形象温馨，主手心肝，伊予万有欢喜，无万有欢喜。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温馨，新生命，新创造，我命的灵温馨，新人生，新女性，上帝形象温馨。主手心肝，伊予万有欢喜，予万有欢喜。啊，搁今仔日咱奉献圣歌队吼，嘛要用新的迄个奉献。啊，这是咱会众甲圣歌队互相有咧合唱。圣歌队唱煞，咱唱阿门的时阵，咱会众嘛大声做伙唱阿门。吼，以上。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到达。
予我啊，我捌求叫你，求你紧紧临到我。我求叫你的时，愿你暗耳孔听我的声，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伫你的面前，愿我的举起手亲像下昏时的祭司。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19首，圣诗19首。请起立。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咱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以圣神投胎，为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以本丢人道中来受苦，并是被死埋葬为母，第三日日死了复活，升天，当在天上的上帝话边，为了叫万姓好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正道相通，做着下辈，要退着我，永远的亡命。请坐。大家用启恩文1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恩文12篇，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人生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甘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祭祀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
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内怀。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新的一年头一个礼拜，阮为着美丽土地，为着阮所受一切阻碍，献上乌鲁甲感谢。阮也为着逐项福气、精神的欢喜，以及阮有家庭朋友的关心照顾，来感谢主。因为你疼阮，互阮伫世间享受侪水阁好的代志，阮满心感谢。阮也搁较为着主白白想事，互人的恩典甲信心的同在来学罗主。虽然阮卑微、欠缺、无路用，但是阮受拣选，成做上帝的囝儿，互阮伫即个世代徛起的时，在阮上帝属伫上帝国，是主的奴仆，有份伫上帝的计划。阮是主救赎恩典的一部分。主，我要为安尼来感谢你。也求你亲自教示阮，怎样会当成做主你尽忠的奴仆。真侪时阵，阮毋知影安怎面对即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啥物是对，啥物毋对，啥物是主你所应允的，啥物是主你无同意爱阮去改变的，啥物时阵阮应该恬恬，啥物时阵阮应该勇敢出声。阮所讲的话，点是主你好的见证。阮所坚持的，点有合主你的旨意。主，阮真正愚戆无知，只有伫你的面前谦卑，求主甲阮伫地，开阮的目睭，赐阮明白的智慧，互阮会当听到你的声。当阮回顾过去一年，阮有侪过失，对上帝无够有信心，以到阮常常忧闷烦恼。就要用家己的方法来处理，对人阮无够有疼心，以到得罪人、得罪你，阮也无够尽心，袂晓来管理主你所交互阮的时间、才能甲位数。主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怜悯阮的软弱，也求主你加添阮的气力，扶持阮，会当行伫主为指示的道路。主耶稣的款式。新的一年，阮无明白世界的变化，疫情敢会结束？公义敢会实现？病痛敢会医治？阮只有求主的国临到，主的公义，甲你的旨意临在伫即片土地，甲主你所眷顾的人。中山教会是你的手所设立的，求主赐福，帮助教会逐项的事工，每一人。因光主，由你使用上山教会，成做传福音的所在。阮将今仔日的敬拜甲祈祷拢摆咧伫主的面前，求主阿耳孔听阮的声，也指示阮明白主的旨意。阮即时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声灵。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16节到第20节。出埃及记19章第16节到第3日天光早，伫山顶有雷电、四若甲目云，扫角的声真大，营内百姓拢摇摇喘。摩西带百姓出营盘迎接上帝，因拢徛伫山骹。风西乃山拢是火焰，因为耶和华伫火中降临伫山顶。山的火焰称悬，亲像火油的烟，变山大震动。扫角的声哪沉哪大。摩西讲话，上帝出声应伊。耶和华降临伫西乃山，伫山尾溜。耶和华调摩西就山尾溜，摩西就去。讲道，请陈美玲牧师，题目是将家己分别为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的年度第一个礼拜，咱应该有一寡较特别的经文，看会当激励咱做出新年新希望也袂。但是我拢是用固定的进度伫讲道，所以轮到这段经文，我就一直是想讲，到底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伫这个时机要来向咱讲甚物？其实这个时机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拢毋是好的时机，因为对旧年疫情开始到呾，咱佫看见佫有变种的病毒，到世界真侪国家还伫封城锁国，所以咱看到人类充满惊吓，好亲像咱已经毋敢有啥物大的愿望也是计划啊。咱所会当做的就是安怎，小小的期待，就是讲我好好啊活，我健康活着，安尼就好啊。但是这检是上帝伫即个时机互咱的呼召咧，咱只要活着就好啊吗？伫旧年疫情一开始的时，有一寡学者因开始伫探讨，到底基督徒爱安怎来看即个疫情？有几个人是引用路德马丁伊伫1527年，迄当时有一寡人受到黑死病的影响，所以即个路德马丁伊写一张批互遮个人。伫伊个批内面有提到讲，迄当时真恶劣的真经济。就是讲，有人想要逃离即场死亡的瘟疫，这甲咱即时的情景是共款。有人想要逃离此场死亡的瘟疫，所以可见迄当时的人的心是非常惊吓。所以路德写即张批，甲因建议讲，任何甲别人有服务关系的人，拢爱遵守职业道德，袂当离开伊的岗位。伊认为留落来，毋是因为义务，是因为稳定。伊嘛认为讲，即个瘟疫是上帝咧考验咱的信心甲疼心的工具，要互咱会当重新来澄清咱家己对上帝意念、对人的关怀。因为伫平素，咱会当讲出咱对上帝有信心，咱对人有疼痛。但是当苦难来的时咧，咱敢会佫讲出嘴咧？所以对当时的即个路德来讲，牧师甲政府的官员是袂当逃离迄个苦难，因为牧师是互上帝交代去照顾忧伤的灵魂，因爱伫地面为着苦难的人带来属灵的安慰，甲行即个圣礼典。啊，政府的官员是爱留落来维持迄个公众的秩序。所以伫瘟疫创行的时，即个路德伊仰望讲，咱爱相信咱伫上帝，咱伫耶稣基督，咱伫圣神的手中。咱爱愿伊的旨意得成，所以就伫咱坚心信靠伊的时，魔鬼就互拍倒。所以路德用安尼批鼓励当时的人，我想嘛鼓励着咱当时咱现在伫即个真不安定的即个时代的人，咱爱有勇气，咱爱有信心，咱爱坚定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宣告耶稣基督就伫现在，就伫即时甲咱同在。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时代，咱毋是活着，咱毋是有一口气一个夜，咱爱活出上帝创造咱的迄个心意甲计划。有的人可能会讲，牧师啊，你高谈阔论，你在空谈。但是上帝创造咱原本就毋是互咱靠一口气咧活，安尼就好啊。当然，咱有灵魂是上帝即个土来分一口气，互咱有活命。
但是上帝，咱看见对规本的圣经，对旧约，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对因安怎讲？毋是讲恁有我一口气活地就好啊！上帝安怎讲？恁着生炭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也着治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一切所振动的活物。咱看见上帝交托互人，咱有一个任务，就是管理上帝创造的一切。另外，伫新约，咱看见伫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到13节讲，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赏赐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所以对遮咱会当知影讲，因为耶稣基督，咱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活地一口气活过生活就好啊，咱是啥？上帝交代互咱有任务，上帝互咱有一个新的使命，一个新的身份。所以千万咱爱去看见咱伫上帝眼中迄个极其宝贝的一个充满使命的一个身份。但是真可惜，真侪人无看见，咱只有看见啥？就是咱敢若用即个世间的价值观对咱的即个评价。即个世间看你是好的，是宝贝，你就感觉家己真够额。但是世间若看你讲你无钱，你佫无地位，咱就安尼嘛是安尼来看待家己。所以真可惜，咱现代真侪人因活了物质真丰富，啥物拢有，但是较无任何的意义感。因找无家己活的意义到底伫倒位？佫转来讲，今仔日即段经文甲咱有啥物关系呢？即段经文是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后第3个月，因行到即个西奈的旷野，摩西上山去领10条诫。所以关系咱先来讲即个地点的问题，关系西奈山的旷野到底是伫倒位？其实即摆已经找无到底伫倒位啊。有一种讲法是讲西奈山佮何烈山是2粒无共款的山。另外一种讲法是西奈山嘛叫做何烈山。咱伫圣经内面出埃及内面，咱定定看到这2个所在：西奈山、何烈山。所以有一种的讲法是讲，即个西奈山是一条的山脉，但是即个西奈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头。但是我想，无论是倒一种的讲法，我想咱若是看第2种的讲法，就特别有意思。第2种的讲法就是讲，摩西嘛是对即粒山来出道的。咱敢会记哩？伫出埃及第3章有讲到讲，摩西伊牧羊就是伫即粒山。当时上帝呼召伊，甲伊讲：我实在要甲你伫地，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你毋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这要成做我找你的证据。咱看见摩西，伊伫伊40岁时，伊离开埃及，伊伫即个西奈山，也是何烈山牧羊40年的时间。伫伊即个所在，伊甲上帝第一届相拄，即第一届相拄影响改变伊的一生。原本伊是一个杀人犯，匿伫旷野伫遐牧羊，但是当伊拄着上帝，伊开始变成安怎？是一个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一个领袖。所以即当时，伊佫来到即个山的山骹，伊渴望讲，我会当紧上山去甲上帝报告，讲上帝，你互我的使命完成啊！因为当时上帝互伊的使命是啥？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带因到即粒山，准备带因来敬拜、来过节。伊想讲，上帝啊，我的使命完成，我来甲你报告。无想到，这确实伊另外一个使命的开始。这个使命是啥？就是上帝要爱伊，带以色列人甲上帝来立约。咱来回想，过去上帝是安怎遮以色列人介绍因家己？上帝甲因讲：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但是今仔日，当因来到即粒山，上帝甲伊讲：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会识爬恁，带恁来归伫我。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毋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恁毋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
过去上帝甲因的做立约，现在上帝要甲即群人立约，因无阁是上帝的孙仔，上帝看因是宝贝，是伊圣洁的子民。所以兄弟姊妹，伫即段经文有讲着讲，我要亲像怎样亲像鹰鸟的食杯领。即句话是咧形容啥物？咱若来看《申命记》32章遮有一节的经文讲，伊拄着伊伫芳的地，伫荒废野兽吼的旷野，伊为伫伊的四周围看顾伊、保护伊，亲像目睭人，佮亲像鹰鸟拉伊的手，伫鹰鸟的即个顶面来背伊的膝，掀开伊的膝骨来成伊，纸伊伫伊的膝骨。即段话到底是咧讲啥？即个鸟仔囝出世了后，拢一直伫即个树内面，互即个伊的爸母来保护。但是当伊大汉，就要开始教伊安怎飞。所以即个鹰鸟爸爸妈妈会安怎教伊的囡仔咧？就是伊会用伊的膝拉伊的手，强迫即个囡仔紧飞出去。但是即个鸟仔囝毋捌飞过，起起落落非常危险。但是就伫伊伫要落落去的时，即个鹰鸟的爸母就会天色飞去，将伊的囡仔来接起来，然后佫飞一阵，佫放开，就安尼重复的训练，直到即个鸟仔囝会晓家己飞。兄弟姊妹，这就是立约的基础。咱敢愿意互上帝训练、改变，然后成做上帝的百姓咧？我想离开一个真舒适的巢穴，即个鸟仔大的所在，真舒适、足温暖的，这无人要爱嘛？就亲像以色列人原本伫埃及，因做奴才，虽然因无自由，但是因定安怎？因定感觉讲，哎呀，我至少伫埃及有肉食，有水啉，我毋免行遐尼济路。所以伫规个行出埃及的路上，因定往上帝、往摩西来埋怨，为什么你要带阮出埃及咧？但是上帝考验因，检会信靠伊，为着要坚定因的信心，至悬的上帝降低家己的地位，来甲遮个人立约，互因伫操练听话的过程，会当来经验到伊的信实。兄弟姊妹，即段经文也互新约彼得前书的作者来引用，所以甲咱非常有关系。即个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讲：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日益美妙的光下的好德。以色列人甲咱拢是互上帝竞选的。竞选的意思，毋是讲咱家己做啥物，是上帝主动的恩典。伫遮嘛讲到，咱互竞选，毋是享受特权，是为着要互其他的人得到帮助。经文有讲，遮互竞选的人是王，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即个意思就是讲，互上帝竞选的人，拢是祭司。祭司是啥物？就是咱甲上帝的中间，当有人还未认捌上帝时，咱是伊甲上帝中间的迄座桥梁，咱会当帮助别人，透过耶稣基督来认捌上帝。是圣的邦国，是上帝的百姓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是分别出来。即个分别毋是看袂起别人，自命清高。即个分别是咱爱甲其他的团体有无共款的表现。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立约，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咧？真侪人感觉讲，我只要洗礼，也是亲像咱今仔日有遮个团契，也是各事工做，或者同工的就任立约啊，简单啊，我著伫台前讲好，我愿意，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安尼咧？安尼敢有够额咧？所以咱看见真侪人，伊洗礼了后，伊对伊家己信仰的态度是安怎？啊，我已经互上帝敬啊，我嘛毋免去教会啊，我圣经嘛毋免读啊，我只要逐摆我若咧统计讲人问我迄个
身份的时，只统计讲我是啥物宗教信仰的时，我交一个基督教安尼就好啊。但是毋是安尼呢？当咱甲上帝立约，咱是祭司，是神的国度，这是表示啥？上帝对伊所拣选的人是有期待的。伊毋但要互咱祝福，伊嘛互咱任务。即个任务就是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对亚伯拉罕安怎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所以咱要扮演好即个祭司的角色，伫适当的时带人来认捌耶稣。咱嘛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互人看出咱有信心伫过一个倚靠主的生活，并且嘛，互咱因为安尼，互人会当因为安尼来产生想要认捌你所认捌的上帝的迄种的渴慕。搁来，咱看见当因伫立约的进前，上帝安怎交代因？第10到15节就是遮个规定。摩西讲一堆，有诶是讲百姓家己你爱本身爱备办好势，你爱洗衫，袂当亲近妇人人。有诶是规定爱拉一条封锁线，所有诶人拢爱徛伫即个线诶以外，袂当就近即粒线。咱若看第10到15节，咱会感觉真奇怪，甚至咱会感觉真无意义。对伫咱现在人啊讲，咱要来就近上帝，我想咱可能袂讲每一个人早起拢先洗身躯，才来就近上帝吧。咱就近上帝，咱嘛毋免拉一条封锁线，讲啊你袂当近我来，吼，这是上帝圣的所在。对咱现代人讲，咱无即种的理解，所以咱看这经文，咱感觉无啥物意义。但是洗身躯、洗衫，也是袂当有性的关系。这拢是伫了后以色列人因有圣殿敬拜时，因爱遵守的规矩。另外，定这个界限嘛影响后来圣殿的敬拜。就是咱知影圣殿内面上内层有一个至圣所，这是所有人拢袂当入去的，只有祭司、大祭司一年才会当入去一届。所以虽然咱遮看起来，咱读起来敢是繁文缛节，但是对遮咱会当看见啥态度甲谨慎，互咱会当看到因的态度甲谨慎，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威严的，所以有做人就近上帝进前，爱做好准备。但是真可惜，现代基督徒甲了后的犹太人同款，是哪来哪轻看敬拜上帝的即回事。我讲的毋是外表的清采，上帝不在意咱穿什么来敬拜伊，因为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但是咱坐伫遮，咱内心是伫想啥咧？即罗丁马丁有讲，你的心所挖苦甲倾诉的迄个对象，就是你的上帝。咱的心思意念，定定伫无知觉的中间，就互即个世界掠去。条件上帝即项代志，变做是一个知识的吸收。咱毋通听见一场有水准的讲道，嘛变成是一个无意识的行动。咱礼拜时徛起来，坐落去，徛起来，坐落去，放奉献。这咱拢有在做，但是咱离上帝哪来哪远？条件上帝无法度互咱得到快乐。这敢是即时咱信仰的状态咧？安尼是要安怎咧？有的人会讲，安尼改变礼拜仪式好啊，互伊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但是毋是，敬拜毋是为着咱，上帝才是咱敬拜的主角。咱袂当靠改变礼拜仪式来满足家己的兴趣，因为敬拜毋是伫讲我，毋是伫讲咱，敬拜是伫讲你。伫敬拜的内面，咱毋若是向上帝献上咱的敬虔、咱的敬拜，咱是要甲上帝相拄。互上帝重新来塑造咱，但是咱坐伫遮做礼拜，已经是几啊十年、几啊年的代志。咱拢知影敬拜上帝爱安怎，
毋过咱的心就互即个脱线的即个生活牵得行。咱真贫惰，咱记忆嘛无好，是要安怎咧？佫踢互你佫较侪知识吗？毋是，知识敢若会互咱头壳哪来哪大粒？咱需要是啥？重建咱的习惯，用安尼来训练家己。举一个例来讲，你伫某一工突然间发现着讲，你家己食了毋是真健康，你拢咧食垃圾食物。所以有一工你看一寡的册，看一寡的新闻，你感觉讲我要改变啊。然后你佫去看佫较侪的资料，佫读佫较侪健康的册，你的内心感觉讲，这物件讲了真正确。但是，当你行入去迄个 Costco 素食店，虽然你头壳相信这健康的册所讲的，但是遮嘛无法度阻止你想要食大麦克、想要食热狗这物件的事实。当你决意你想要改变你的啉食的习惯，咱可能就需要有人来帮助咱，来提醒咱。拄开始咱一定袂习惯，但是你若决心你为着你的健康，你要降血脂，你要安怎？你一定你就会当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教会就是上帝邀请咱调整、重建、训练的一个场所。伫教会敬拜就亲像是一个宴席，上帝要互咱得到即个新的胃口。即个新的胃口是啥？会当去渴慕上帝，并且去渴慕上帝所渴慕。然后咱受差派，转去咱每一个人的场所，按照即个新的属灵胃口来生活、来行事。另外，伫教会敬拜，嘛亲像属灵的重训。邀请咱按照规律的即个时间礼仪来训练咱心灵的肌肉。这嘛符合加利文甲一寡学者所认为的，教会就亲像是一个训练场，也是一间学校，就是要陪伴咱，并且去实践迄个注重实践的一个团体。咱伫遮所读的是啥呢？是关系上帝圣化甲转化的一个教育课程。关系敬拜礼仪要安怎帮助咱训练咱？伫后周的讲道会搁较详细来说明。但是即礼拜，请咱转去先做一个功课。大先，咱先看清楚咱家己心思意念的问题，咱肯互上帝改变也无？咱先来看清楚咱的心思意念的问题。你的心敢有真正来向上帝咧？若无要紧，咱照着伫教会安尼训练重建，互咱的心重新调整，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互咱的心亲像即个指南针，自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定准。然后咱靠着稳定的训练，互咱会当渐渐来调整过来。第三，咱来看见为什么摩西爱将这规矩甲这以色列百姓讲呢？因为上帝极其威严，百姓嘛若无定睛是会死的。就亲像咱做爸母的、做阿公阿嬷的，一定会甲你的囡仔孙仔讲。即个你烧物件，即个煮物件，即个火你袂当去动哦，你袂当去摸哦，你摸着会着伤哦。咱拢会甲囡仔也是孙仔警告。同款，百姓若无知，因若无互警告，若无准备，恐惊因为即个圣洁的上帝，因马上就记载袂牢。但是咱看伫人类的历史内面，无人看见上帝。安尼，咱要安怎知影上帝临在咧？伫即段经文有甲咱描写，当上帝临在伫西奈山的时，伫山顶有雷电、四呐甲密云，佮扫角的声真大，营内的百姓拢摇摇喘。通西奈山拢是火焰，因为上主伫火中降临伫山顶，山的火焰称悬，亲像灰烧在烧灰的即个烟，遍山大震动。哇，兄弟姊妹，咱若拄着地动，咱就安怎已经惊到要死啊！但是咱看见
伫即段经文甲咱描写上帝临在的情形是安怎？死呐、魂，规粒敢若火山共款，伫要爆发共款。所以每一届圣经描写以色列人，当因知影讲上帝咧要临在因中间的时，因安怎？因是惊到趴伫涂骹，连额头嘛毋捌额。但是伫第19节有提到讲，当摩西甲遮百姓还伫山骹，上帝就甲伊对话。所以19节有讲，摩西讲话，上帝出声应伊，这看袂出有啥物特别的。但是伫现代中文译本是翻做，摩西讲话，上帝用雷电的声音来回答伊。所以这就是甲咱讲，摩西甲百姓边边是徛伫山骹，但是百姓听的敢若雷在电的声尔，但是摩西较会当甲上帝对话。这表示摩西有特别对上帝来的启示，所以当听有上帝伫讲啥。所以对遮咱嘛会当看到，摩西是上帝真特别的一个奴仆。上帝赏赐互伊智慧，伊原本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上帝赏赐互伊智慧，上帝启示伊，互伊会当甲上帝对话。但是即个迎接上帝的即个场合，互咱现代一个基督徒一个提醒，就是咱千万毋通袂记哩，上帝是威严的上帝。你讲当然我知影，但是有当时啊，咱是迄个柿子挑软的吃。因为咱较爱圣囝耶稣的形象，耶稣是疼，耶稣是赦免人的罪，耶稣是抱羊仔囝迄个牧者，所以咱真容易将圣囝耶稣的形象完全取代圣父上帝。这无毋对，但是千万毋好袂记咧圣父上帝的威严。伫创世纪，咱看见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并且伊是用讲的就有。上帝主动竞选，上帝实行拯救的计划，上帝对罪恶无容忍，伊一定会处罚。但是咱看见上帝嘛有怜悯，面对人的认罪悔改了后，伊拢有赦免。既然咱伫遮讲到圣父上帝、圣囝耶稣，咱嘛伫遮来提起圣神上帝，因为圣神，我想咱对圣神拢毋是有真大的认捌。咱拢想讲圣神是一个气，也是一个影，但是毋是哦，伊是三位一体上帝内面的一位。这个圣神上帝是耶稣伫上天了后，圣神伫住伫咱的中间，甲咱伫地，直到耶稣过来。所以咱要对这个三位一体上帝要有一个基础认捌。当咱认捌到圣神上帝的地位，伊的威严。咱就会当知影讲，为虾米每一届以色列人讲到上帝的时，连名拢毋敢讲，因为上帝伫因的心中就是迄个尊贵、掌权、有气力的。但是咱若是用耶稣的形象来取代，咱敢若看见上帝慈爱迄面，咱超过于忽略上帝公义的迄面，咱就真容易失去迄个敬畏，咱就用懒散的态度来看待咱的信仰。但是现代的人真讨厌权威，咱每一届听到讲，你要管我啥吼，我就足生气的。咱足讨厌权威这种形象，所以咱对伫敬畏这两个字，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哎呀，敢若失去自我。但是敬畏会互咱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甚至你知影你所面对的是，当你知影讲你面对的是威严的上帝的时，你敢会搁伫遐度孤、滑手机，甚至伫遐玩电动咧？所以，毋茫讲，咱新的一年，咱会当互咱家己伫信仰顶面会当有一寡期待。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迄个程度拢是无共款的。咱看见有的人一信主，伊就非常的深；有的人是慢慢进步，这拢真好。上惊就是停留伫原地。毋愿意进前的人，所以咱的教会伫新的一年，咱嘛有真济或者信仰造就，也是宣告行动或者事工。毋茫讲，咱会当来看这周报，也是事工做的这介绍，也是咱伫2月7号，咱会召开会员好会，迄当时会对今年的事工有一个介绍。毋讲，咱兄弟姊妹真正会当来参与。
靠遮个事工，靠遮个课程来造就家己，互家己会当来进步。咱做伙来祈祷。听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你用这段经文来帮助阮。自摩西带领遮以色列百姓，搁一届转来伊受呼召的即个西奈山。阮看见上帝，你互伊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立约。主，阮也相信你交代互阮，伫即个世间的角色，毋若是话一口气过活就好，你也爱阮会当引带万百姓来甲你立约。主，恳求你互阮看重安尼一个角色，阮毋是一个普通的人，阮是你的囝儿，阮是圣洁的百姓，是甲你立约的百姓。恳求主就伫新的一年使用阮、挑战阮，行出阮性命的一个框架，帮助阮活出合你心意呼召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即是咱要来举行团契，也是各事工作的遮个会长，也是遮个队长的就任。咱来吟圣诗444首，咱吟第1节、第4节就好。你吟诗的时，咱嘛请遮个事工组的同工上台来准备来立约。主你了明何定清楚，等我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信，明白你最万物主宰，道理起伏我心，为你我都心烦。主你高大万寿着罪，无论当多罪过，你心刚硬保护弟兄，万万莫停也把永光，心内乱作梦话，忧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即是咱要来举行咱今年度咱遮的同工、双年团体、妇女团体、信歌队、敬拜儿乐团，也是咱遮的儿童诗班，也是萨摩尼牧区的遮个顾级的遮主任，来为着恁来举行即个就任，请恁注意来听，并且应答甲上帝立约。恁有要领受双年团体、妇女团体、信歌队、敬拜儿乐团、儿童诗班、萨摩尼牧区个级主任的安尼责任，恁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小会官兵，说明恁来做双年团体、妇女团体会长、信歌队、敬拜儿乐团队长、团长、儿童诗班的团长，甲萨摩尼牧区幼儿组、儿童组、甲少年组的遮个主任，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恁所互交代的遮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我要将遮个同工交付伫你的手里。主，阮相信你拣选因，你甲因今仔日伫遮的立约，要成做因服侍的一个证据。主，恳求你也保守遮个同工，守护互因教业的心志。无论伫倒一个所在，因所互交代遮个团体、
主恳求你拢帮助因，享受因对你来的聪明，互因有智慧来服侍你，互因有健康的心智会当来服侍你。恳求主嘛祝福因的家庭，也成做因背后支持的气力。主，愿将这个同工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引带。愿相信我靠你的人，你决断会甲因同在，就恳求你甲这个同工同在，帮助因伫今年有我靠主有水的服侍。我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请向后转，咱来介绍咱这个同工。好，大先咱来介绍咱双年团契会长，俊生兄，这是咱今年的双年团契会长。咱嘛有遮个同工拢列伫咱的周报内面，咱嘛今仔日嘛有，咱请双年团契同工起立，咱来认捌一下咱双年团契遮同工有咱的新荣姐、丽月姐，有绵绵姐，因的辅导是中正长老，好来，请坐。好，过来咱来看妇女团契会长是慧娟姐，伊的，咱请遮个同工妇女团契同工起立，咱会当来认捌一下秀梅姐、林愁姐、秀玲姐，静梅姐、杨老师甲静怡，遮拢是妇女团契同工。咱这两个团契是属伫咱的迄个摩西牧区，摩西牧区就是咱的王宗会长老所负责的。好，过来咱来介绍信歌队的队长志发长老，伊的同工，就有詹怡佳老师、秀雅姐，静雅，这是伊的同工，嘛有扎心长老甲嘉恩心仪，这是伊的同工。过来有伴奏，2位老师。好，过来敬拜赞美团的团长博雅，伊今仔日请假，所以后礼拜补就任。儿童诗班的团长是同庆执事。咱伫萨摩尼牧区，咱有分做3级，就是幼儿组是张慧执事，儿童组是玉轩传道，少年组是松瑞执事。所以咱若有厝内有孙仔、有囡仔的，咱嘛会当来交代遮个执事传道，互因来照顾。咱若有即个年龄已经到的兄弟姊妹咱嘛爱来参加双年团契。姊妹拢会当来参加妇女团契，无限年龄的姊妹，所有年龄的姊妹拢会当参加妇女团契。你只要会晓唱歌，就会当来参加圣歌队。袂晓看谱嘛，会当甲你教看谱安尼咱的囡仔的诗班嘛是真好的传承所以咱搁一摆拍谱多谢遮个同工，请回座。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摆。你本身也着做成，伫一切的行做，以得前书第1章15节。恁本身也着做成，伫一切的行做，以得前书第1章15节。咱做伙来念圣诗，3个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75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廖桂干执事、林婉玲执事、吴慧芳执事、甲廖敏树执事带咱奉献。请起立。请坐。报告，请看周报第6页。报告甲消息，第4点，为了环保，今年的好花手册需要用电子档的人，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也是甲咱的新的小会书记徐静怡长老，甲也是陈美玲牧师讲，登记到今仔日10止。第5点，上山国小生命教育伫1月初5拜2要举行结业式，请义工老师迄天会中午早起7点40分伫辅导室集合。第6点，宣教组定伫1月初5暗时7点半到9点，要伫教会1楼开办非利小组的聚会，以后是2个月一摆，希望会当鼓励对宣教有较侪热情甲指导。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参加，请向陈美玲牧师、陈启林长老、谢秀雅执事，也是廖穗芬执事来报名。另外，教界消息第1点，新中妇女事工部东小区1月初5下晡2点拜2下晡1点半到3点半，要伫本教会聚会，邀请郑明东老师来主讲，拜内面的水，欢迎兄弟当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咱今年毋是今年，是旧年的圣诞节，咱有剩1
点仔的圣诞歌吼，所以等下伫1楼吼，若有需要，兄弟会当来过来摕吼。过来就是咱看到消息讲，咱宣告做有新的即个非利小组吼，这毋是请咱食非利牛排吼，即个非利是圣经内面迄个引带人去认捌耶稣、见耶稣的迄个非利吼，所以讲毋茫讲咱会当有即个新的一个小组吼，就是毋茫讲咱会当伫宣告的顶面会当有搁较侪祈祷，也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吼，所以毋茫讲咱会当对宣告有兴趣，也是热情，你想要参加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加吼。所以伫即过来的拜二暗时7点半，所以毋茫咱兄弟会当来关心。好，过来咱来看见咱来看咱的即个大祷的肢体，好，咱为着敬奉兄来祈祷，互恳求主来帮赞明华节，吼。甲伊会当，互因的厝里会当有教业开力。咱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身躯欠安的兄弟、求育者、蔡珠者、明子姐、随便兄、邓妈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庆和兄、春文兄、廖罗素梅姐、怡里、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阿秀姐、谢丁兄、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翠老师家好姐，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嘉怡来祈祷，互咱伫后礼拜吼，咱即几工足寒的吼，但后礼拜佫一波的寒流，嘛请咱兄弟姊妹吼爱较注意咱的身躯吼，所以咱嘛为着咱中间或者年长兄弟来祈祷，互咱开喙为着咱的教会，互咱新的年度为着咱的肢体来祈祷。感谢你应错保守，因为有助你继续。让阮无伫事工顶面会当学习你的心意，互阮会当伫阮的关怀顶面，搁伫彼此的大道甲关心，有助你应错。主，阮感谢你，伫年头，阮做伙组织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搁一摆将你的祝福来灌压伫阮的内面。总是主，阮知影，阮也毋是领受祝福，若领阮也有使命。你要差派阮到世间逐角落。主，恳求主，你就使用阮兄弟姊妹。对于今仔日阮离开教会了后，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做好的见证，会当做祭司来引带人来归向你。主，阮也要为着阮中间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来保守敬奉遐明华节即个家庭，带领因看顾因，互因有教业气力。主也为着侪伫厝里疗养兄弟来祈祷，恳求你搁一摆赏赐气力伫因甲因的家庭，保守互因拢会当得到气力，得到对主你来医治甲帮助。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嘉怡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互伊怀孕的过程到生产拢有上帝你的祝福。也有真侪的细囝，因伫因的家庭中间，互养育、互疼痛的。主也恳求你保守遮的家庭，互遮的家庭拢有上帝你的带领。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较年长的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波的寒流内面，会当有健康的身躯。阮总是去面对后一波的寒流，恳求主你也保守阮遮的年长的兄弟姊妹，互阮有健康的身躯。为着阮所领受一切恩典，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主你引带保守阮头前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388首，圣诗388首，临时要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阿门。
阿姐。